达港受到240万件的网络攻击，凶手大部分拢是中国的网军，因主要攻击通讯传播。桃园电子厂中昼12点着火，火势还未控制住，观音工业区甲富林丁卫区拢是乌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戴金。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咱台湾伫咧基隆港外海电站，顶礼拜5去互一只卡麦隆货船拖登去，海巡有去现场收集证据，不过这卡麦隆货船已经离开，无法度甲扣起来。外界就怀疑这是中国船挂别的国家方便机挑工来起无空，学者嘛讲这无排除是中国边的新出头。连夜600名赤海里基隆海巡人员偷偷接近海上的外国货轮，因为这只卡麦隆级的货轮顺兴39，疑似伫1月7日早起拖登中华电信伫基隆港外口的海底电缆。海巡署赶去现场，要求这货轮回来接受调查。不过伫收证完成了后，这货轮已经驶离开，接原航程去韩国，无法度靠船。不过相关事情的移送检方警办追究刑事责任甲赔偿的代志。中华电信表示，第一时间启动紧急备援应变机制，无影响国内通讯。航港局是指出，若未来这货轮个申报入港，会派港口各管职员去货轮个通报海巡这单位采取必要做法维护权益。另外，外界质疑这货轮用中文户名，疑似是注册非洲籍的中国权益船。目前议员等待进一步调查清楚。进前马祖甲台湾之间的通讯电缆，真侪摆互中国船只损坏。最近欧洲波罗的海也发生中国货船涉嫌切断海底电缆，也引起关注。他们操作的形式，这是属于平时灰带的一个操作，它让你比较难去追溯去究责，说真正的主使国，去精准抓住说一些重要的海底电缆的节点，然后以它的技术。不管他是派科技探测用的小潜艇去把它给掐断，还是说他用锚去把它拖断，用让像耙子一样把它给耙断，这是中共现有的3项技术是都有办法做到。学者分析，相关情形无排除是中国中间地带作战的开发测试版，除了试探各国底线，也可能测试对台湾进行自信封锁都爱严格。公视新闻采访。桃园观音先锋电子厂中昼12点左右着火，消防队抢救到大还未完全把火控制掉。目前规个工业区甲附近的富林丁卫主题区拢是乌烟甲臭味。这乌烟一直冲出来，加在员工是拢已经撤离啊。这厂房有53楼高，为2楼着火，现场有放硫酸、硝酸等等的化学品，着火原因要搁爱调查。若乌烟影响的范围包括观音区、草搭里、新坡里、富林里、树林里甲草新里。提醒观众朋友，住伫风尾的民众，若要出门，就一定爱挂喙安。再来看新北市一栋大楼的态度，为11楼向落来，隔着一个过路站，规个头壳是落火流地上病院。市府认为这社区无做好管理的责任，依照建筑法，甲管委会罚6万块。车真侪大路向一阵烟雾飞起来，煞就看到规头壳吹起石头，原来是大楼有泰路落落来。当时一个查某人拄好经过，互泰路撞到，造成头壳受伤。当场会彻底，赶紧互消防员救治，加在是无性命危险。警方到现场，赶紧用黄线围起来，避免搁再有人员受伤。现场当时真混乱，社区管委会甲环保人员甲这泰路一并清运，停伫顶仔卡的机车也有泰路撞到，当时也有经过民众也差一点就有泰路撞到。小朋友就经过这个路口，那一进来之后，大概隔了几秒钟，整个这个墙外的瓷砖就掉下来了，所以是蛮危险的。这应该是这个大楼比较久的，如果掉那一块的话，有可能会延伸到旁边。新北市派人到现场勘查，确认泰路受社区11楼外壁落落来。依照建筑法规定，建筑物所有权人也是公务大楼管理委员会必须慎尽管理的责任，先罚管委会6万块。依法规若无改善，会连续来处罚。处社区6万元的罚款，并且请社区紧速来检视，如果有其他有立即掉落疑虑的部分，应该要紧速的来去做排除。
那是因为外壁北落致人伤亡，后续也面对民刑事赔偿的责任。因为电视听到泰鲁落落事件，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也提醒，伫天气好天落雨加冷热转换时，外壁泰鲁落落情形恐惊较严重。地方政府应该落实相关外壁巡查列管甲通报管理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早起出日头，天气有较舒适、较烧热。不过明仔载8日开始，阁有一阵大陆冷气团，未来一礼拜全台湾拢会寒，而且这天气变寒，嘛影响到关火意愿。目前全台湾库存量是平均冻不到1礼拜。北部地区出日头，真侪民众规家也是带囡仔到公园来运动，享受放假的好天气。不过，伫台湾北部有一个低气压正伫形成，所以讲对初五下晡开始，各地云量加落雨的机会拢会提悬，尤其到初六要一波大陆冷气团的南下。那这波大陆冷气团影响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可能一直到这个下一个周末，也就是说从礼拜一开始，可能会一直影响到礼拜六，甚至是礼拜天这个时间点。初六开始，全台气温的下降，未来一礼拜拢是偏寒的天气。北部地区低温是13、14度，中南部透早低温也降到15度左右，部分地区的低温可能会伫10度以下。初7、初8是大冷，初9到11因为水汽增加，北部甲东半部拢是湿寒有落雨可能。也因为连续几若波冷气团报道，全台废库存量是真无够。最近天气比较冷，还有感冒的民众比较多，所以会影响捐血的意愿。过年前后其实是血库最缺血的时候。北中南个血型拢是黄色的灯号，国内整体血液库存平均是6.1天，尤其台北特别欠 O 型加 A 型的血，更加需要民众来捐血。经过看到有在捐血就来了，这样还蛮健康的啊，固定捐血还蛮对身体也蛮好的。早起北部地区的捐血车有不少民众主动来捐血，虽然是24节气内底小寒，也毋过大家也是真热情，希望趁过年进前为国内血库储备一份的心力。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韩国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1月初6明仔载就要到期啊。不过调查处却决定讲，今仔日无要对尹锡悦执行逮捕行动，预估可能会伫1月初6，也就是到期的上尾一天，才会去执行逮捕。根据韩国媒体报道，调查处考虑到韩国首尔目前正在落大雪，而且代理总统一直拢无回复电子公文，要求总统警卫处要配合逮捕。所以决定初5这天要暂停执行逮捕行动，会阁考虑甲法院申请一份新的逮捕令。另外，针对宪法法庭审理的尹锡悦弹劾案，尹锡悦律师是表示讲，尹锡悦案算要亲身出庭为家己辩护。镜头转来到国内，高雄的小港机场为去年11月开始，敢若开放排班的客停车来载人客，一般或者是台湾客停车是拢禁止。若要载，就爱伫咧机场外口的停单区。今仔下晡，台南、高雄、屏东三大客停车工会都去机场抗议，要求修法。从八台一般到台湾客停车，初5下晡伫高雄小港机场头前的路段，司机化口号发动电控。修旧版，修旧版，保权益。那高屏三大客运车工会串联，因为机场过去虽然禁止飞机场排班车入去招人客，毋过延到停车场才有约旅客。去年11月初9了，全面禁止甚至开发，煞互左的车并有约单入去载客，若无公平，也对惯用 App 叫车的国际旅客无优先。停车场嘛照样交钱啊，为啥袂当伫停车场啊？叫阮就爱坐人客。近几年的这个多元计程车开始成立，所以你的法规已经没有办法符合现在的一个社会的需求跟社会的进步。我们号称台湾是科技大国，可是我们一点都不科技。三大工会呼吁修改民用航空机场客运汽车管理办法，航空站代表接过电证书表示，透过法制研究解脱的方法。一定会来认真来处理，然后会广泛的来说是做最诚恳的一个回应。开放的话会比较多车了，有时候可能排班的会等很久。都批准会开放延期一种选择，按过排班客运车感觉委屈，因为因是照规定申请各交会费。没有总量管制的情况之下，大家都可以来报名。我们并没有排斥其他人来报名，怎么可以说你不报名，然后又要来进来里面这样子营业？
委员会强调，若主管机关要进行公开诉求修法，损害照规定申请排班的机场计程车，会无排除串联各机场委员会也发起抗争。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制造业目前差不多是请47万的移工，因为这舌头较粗重、较危险，对身体负担甲伤害是拢真大。都移工团体去劳动部申请，希望加强劳动检查，调整职业灾害认定标准，保障移工的权利。移工团体聚集伫劳动部门口，这移工大部分拢伫制造业上班，拄到职业灾害的时，雇主煞无要插。亲像1年前移工阿纳斯就讲，伊因为长期搬相重的物件，地输两骨就爱手术。不过雇主却认为这不是工课造成的。医院说这个有开刀，开刀好了，我跟老板讲啊，老板帮我一下，这个是我有改掉，我没有线。他说哦，这个你不是上班啊？他说这样啊，这个是你一起动啊。台湾国际劳工协会表示，长时间作业造成慢性的职业病，长期累积对移工的健康安全造成真大的威胁。协会也讲，移工每3年都要转换工场，这也致使移工的工课欠连续性，无好申请职业伤害。因要呼吁政府爱甲中小企业的劳动检查专案化，也要加入移工的角度，让移工有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降低职业伤害。很多移工。他们明明在工厂内发现了问题，但是他们也知道，每当有政府的人员来检查的时候，这些雇主就会开始作假，要么把一些机器的运转设备调到最高功率，要么准备一些文件去应对这些检查。但是实际上，在工厂内进行的事情完全是另一回事。目前台湾的制造业大约有47万的移工，大部分拢是做粗重、伫高风险的工作环境，出现职业灾害，尚无法度得到完整的保障。针对移工团体的诉求，劳动部职安署有回应表示，劳动部有针对请移工的高风险也是高职灾事业单位，实施外籍移工职业安全卫生专案检查。也若未来是毋是要让移工参与劳检过程，也是相关专门会议，职安署会搁再研议讨论。记者张家佳、柯敏哲台北报道。苗栗有一个太太驶婴仔车要带3岁查某孙过车路，煞去互一台倒弯的车撞到，加在是无性命危险。警方嘛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要甲驶车的查某人罚7000到3万6，佮要吊扣驾照1年。监视器翕到这姓陈的查某人驶囡仔车，内底坐是3岁查某孙，花条线路已经行一半，扣小车伫倒弯的轿车直接甲弄到，姓陈的查某人甲囡仔车拢倒伫涂骹，开车的司机也赶紧来看卖。女性左手肘以及左膝盖有轻微的擦伤啊，那女童的话嘴部有流血的情形。警消缉捕了后，赶紧甲2个人送病院。姓陈的查某人甲3岁查某孙身躯真侪刺伤，加在性命异常稳定。代志是发生伫7月时8点半左右，当时这姓谢的人开车伫文化街甲8德里路口准备要倒弯时，无注意到姓陈的查某人将杀囡仔车要过大路，安尼直接甲弄到。谢姓驾驶酒测值为0，为针对其行经行人穿越道未礼让行人，并肇事致人受伤等行为自担告发。即便是绿灯，我也是会注意周遭，因为你不知道人家会不会闯红灯。警方也依照违反道交管理处罚条例来开单，应处上悬36000块以下罚款，并且吊扣这姓谢查某人驾照1年。根据道安总动员的资料，全国去年1月到10月过路人交通死亡人数是296人，甲去年同期来比较是减少8人。以苗栗县来讲，比去年8人减少2人。因为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讲，开车人转弯的习惯也是爱改善。其实通过路口的时候，车辆要走哪一个车道，要通过哪一条轨迹进入哪一个车道，这个其实都是规划好的事情。林志学讲，绝大部分路口改善了后，拢有画这个引导线，开车人应该避免用测试过的方式来倒弯。经过这花条线时，更加应该爱真细腻，才法度来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永康的宝成宫做招拜六安排音乐节。所有民众为着要看表演，爬起伫铁厝的厝顶，阁有家长互囡仔坐伫咧唱位顶悬，看起来是真危险。庙方即阵出面回实咧，讲未来办活动会加强管理。
民众搭伫铁皮厝顶，随音乐喊来喊去，一无细意就可能打空。阁有家长互囡仔冒险拍，也是坐伫悬壁顶看演出，万一摔落来，后果不堪设想。台顶歌手用心表演，台下观众听甲真入迷。台南永康保成宫因为建筑大点，初时暗时举办音乐节，煞出现真侪乱象，唔那黑白白，场内阁有部分民众食薰，引起不满。于20时接获民众为观赏音乐表演，徒手攀爬至表演现场旁的太阳能板上面，现场远景为防止意外发生，立即上前劝离。活动于21时50分结束。期间未有民众发生受伤意外。警方抗离8县的人，规定活动起因大约2万人到场，警方嘛出动大约50个警察到场交管并维持现场。真危险的动作啦吼，民众要去这个厝顶啦吼，以及这个墙顶吼咱嘛希望民众啦吼，能讲保成宫过来举办这个活动，吼会当莫做这个危险的动作。保成宫过12档举办建筑大点，却因为其中的音乐节引起争议。庙方初5透早嘛针对民众乱摆行为回失礼，表示未来举办活动会加强管理。公司新闻陈焕武、陈显坤台南报道。台南台语文化班学会办台语的朗读比赛，报名的人为国校6年仔到70外岁拢有，希望会当予展现学员的学习成果，推广台语文，唔但会晓讲，嘛会当写，会当读。第12期，若无爱毕业，搁哪读哪心息。台顶的参赛者用刷牌台语来讲学习母语的过程，这些文章拢是来自台南市台语文化班学会学员系，对定稿编辑到出版，拢用家己包办。这回学会办一场5万繁华朗读会刊观摩赛，对6年到70外岁拢来参加。食到这老啊，唔免去甲少年去比赛这，计想要甲人摕奖品。尾啊，我感觉讲，这是一个真好的过程，学习过程。真侪头摆来参加的学员，加减的感觉担当，对当中因趁经验嘛互相求进步。人讲台顶3分钟，台卡几处经。学会嘛特别请评审老师参加的交流，对语音到声情的变化，拢互大家真宝贵的建议。接声里的部分可能 PTKH， 亲像讲即时啊、调急啦、发音的时阵有可能会疏忽去，所以伫咧比赛时阵，即几个部分咱爱较斟酌咧。台语文化班107年对台南生活起步，到当推展到6个地区。学会理事长黄良成讲，这是一个平民教育的所在，普遍的观念是台语，大家拢有在讲，那会着去学台语文，以及几档的推广，嘛看到大家进步。这个社会人士伫咱台语文化班读册，读到有一个成就感出来，甚至佫带厝内底的人，爱亲戚好友做伙来读册。那按伫这个什么所在，就讲咱每一年。伫参加教育部的认证的人数，会当看到伊的成长。过去一户记录3万家的分享，台语文化班学会即摆希望会使恢复过去的光景，互每一区拢有台语文化班，通互大家世界会当学台语的机会。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文化部当咧推广台语家庭，伫咧嘉义市甲在地独立册店嘛有办台语活动，应用绘本、囡仔歌等等的方式，让亲子家庭会当哪耍哪讲台语。对着台语囡仔歌，老师甲现场的大人甲囡仔做伙来唱歌跳舞学台语。嘉义市文化局配合文化部举办台语家庭的培育活动。上课老师就讲，用活动甲课程的内容，互父母甲囡仔拢会当做伙来学习台语。我想讲吼，用唱歌、讲故事啊，做一寡物件，互囡仔感觉学台语嘛足好耍的，安尼。甲爸爸妈妈做伙耍，做伙唱歌，做伙佚佗。因为囡仔其实会晓讲家己的台湾话，阮感觉这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除了文化局针对家庭亲子的活动，嘉义市在地独立册店甲推广台语的一寡单位，嘛阁有规划工作坊甲讲座的主题活动，希望提升民众使用台语的意识甲观念。像咱即摆去夜市啊，就当听到身躯边全部拢咧讲华语，台语煞。干那去学校才小可有咧用，去1点钟，幼稚园嘛无，安尼就去了，所以阮家己感觉讲，应该为生活当中就开始。我感觉足好诶，因为会当甲囡仔做伙学台语，
因为我的台语嘛袂真认真。家己市文化局表示，台语家庭的培育活动，和台语的学习会当伫家庭生活当中，为会晓听开始，豆豆进步到会晓讲。希望学母语的保存甲推广，会当为家庭教育开始来定根。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第二波你知，再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5度到18度，中部地区14度到22度，南部地区15度到25度，东部地区14度到21度。外岛地区12度到18度，各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芝。稍等，列车继续收看台湾技术报，明仔载讲这个时间，咱再会。